来这个消保会针对着南台湾的市场抽验到新鲜的豆腐，结果屏东有2间，高雄有1间，这个摊商所卖豆腐验出着防腐剂苯甲酸。今天做的吗？ 球底的新鲜豆腐，头家一袋一袋包好，卖互人吃。不过消保协会前往抽验送检，竟然发现高雄、屏东拢总3间市场打卖豆腐，有掺着未当添加的防腐剂苯甲酸。屏东来讲就是10家有2家这个有含腐剂，可能长期就是这样。苯甲酸佮叫做氨酰香酸，会当控制细菌、埋菌生长的作用，常在用伫咧保存生咸菜、豆油、肉制品等等食品内底。不过是按法规定，袂当非法添加。这一遍消保会抽检的南部3间市场豆腐内底苯甲酸，屏东建华市场1.71克，北区市场0.53克，高雄肉豆公市场0.15克。其中，伫屏东建华市场内底，就比豆干合法当添加的剂量加出2倍。这种东西会累积，就你假如你吃1个月，可能就达标了。实际来到高雄，甲去检验出有苯甲酸的豆腐，互摊商看，对豆腐的来源，摊商强调不清楚。豆腐的来源不知道，要下架了。如果浓度是非常高的话，就担心说这个豆腐消费者吃下肚后，它可能会刺激民众的肠胃道，造成肠胃道不舒服的症状。市场常在看到的豆腐竟然验到苯甲酸，卫生局会继续调查厘清，若确定违法添加，对干开罚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